台南市安南區一個巷仔底空地，昨昏半暝發生火燒，而且佫爆炸，造成消防員在內攏總15個人受傷。附近68戶甲22台車是攏受到損傷。初步調查發現，講這現場揮發電的廢棄物有化合物鎂甲鋰的成分，才會來爆炸。而且離爆炸上近的11戶受損是真嚴重，市府已經啟動安置甲救助，嘛提供緊急處理費，一戶是2萬塊。22分鐘2點45分左右，小連續的爆炸聲，連邊仔都攏會響。也有民眾佇戶外規個看到爆炸的現況。我靠！爆炸了！半暝因為火光，規個攏關起來，附近的住戶驚甲流凊汗。我家的，我咧困，我上咧關門底，睇迄大聲啦，我唔知影。台南市安南區海淀路2段342巷內這笪空地，22分鐘1點外通報火災，消防隊到現場拍火，現場說佇點半前後受連續幾落間大爆炸，造成消防員在內15個人送醫。爆炸的影響也閣引起火災半毀戶數有11戶，進厝也是毀損的厝有57戶，嘛包括消防車在內，攏總有22台車受損。不是鹼金屬，它遇到水它就會爆炸。好啊，因為這個是有點是廢棄物，然後詳細我們可能要請火調人員來了解。總統賴清德關心救災甲復原狀況，各個嘛因應台南災害應變中心的需求，派30個官兵協助災後復原。指示的相關部會要全力協助地方救災，協助傷者的照護、居民安置以及後續復原。市政府初步調查爆炸原因，懷疑現場互人囥含阿魯米、鎂等物質的廢棄物。那囤囥廢棄物的公司，好親像是佇高雄鼓山區。22下晡，高雄市環保局去稽查，發現地址是美發店。好親像這間公司甲地址登記佇當時承租的店面，目前已經解約。那他是透過別人介紹，在這個私人的用地上面堆置這些所謂的市廢煤鋁的部分，它是必須經過申請的，所以很明確就是屬於違法堆置的部分。這個爆炸瓦近空地下的11戶透天民家受損嚴重，市政府啟動安置甲救助，嘛提供每戶2萬塊的緊急處理費。爆炸造成的財損，市政府會協助民眾求償，嘛強調會徹查到底。記者採訪報道。